续来看这个高雄坐运通车11年来，载客量是比以前侪真侪，但是人潮并无带来钱潮。坐运的地下街真侪店拢是空的，敢若是红黄线交叉的这个美丽岛站，都有10外间的店面要来出租。大部分的旅客拢是快步行过，停落来踅店面的人是真少，加上这个租金阁一直来起，业者感叹讲这个生意实在歹做。高雄坐运开通到即马，这旅客运量是破新高，一天会当输运17万人次。不过钱条不一定当带来钱条，咱来看美丽岛站，袂少旅客或者是市民，拢会伫这所在换车。坐运的地下街店面，大多数铁门拢关咧，等待出租。甲台北的坐运比起来，高雄坐运商店街都那亲像鬼城，拢无看到人客，民众停留意愿真正是无悬。店家如果是不是那种特别有名或者什么，我应该是不会去。高雄坐运总共174间的店面，承租率其实有8.5%。美丽岛站是因为将过去备用空间做整理，才看起来店面较多。我们也在跟国内一些相关比较有规模、有经验的厂家来讨论这个统包的方式进行。除了钱条甲钱条无法度成正比，有店家表示租金起价不合理。小间的是9000，部分要涨到7万5。那我们是手做的部分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维持。高雄坐运解说，过去单开通的时阵，有以相当优惠的价数来吸引文创，街头艺人进驻备用空间。但是目前将这备用空间转换做店面，搁再以行情收取店面租金，并无要逼退业者的意思。生意歹做是事实，商机要安怎有进展，也阁需要好好思考。